那个从江南杀到京都的连环杀手是五竹吗？难道费介也死在了五竹的手中？而范闲和林婉儿二人会因为林拱的死因而翻脸吗？如今庆余年第2季的剧情到了范闲大婚的时刻，在这大婚开始前3天中，不少的事情也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就是江南的那位连环杀手。这个杀手在杀人后，尸体所存在的伤口上跟当年林拱是一模一样。而在第1季的故事里，林拱就是由五竹杀掉的。虽然不是范闲所指使五竹过去杀掉的林拱，但五竹跟范闲之间的关系却也让范闲无法脱离这个事情。在当年林若甫状告范闲的时候，就一口咬定了林拱的死跟范闲有关。范闲则是说自己跟林拱之间无怨无仇，以没有杀掉林拱的由头搪塞了过去，加上陈萍萍从中相帮，便将林拱的死甩在了四顾剑的身上。但是在李承泽询问了叶灵儿之后，便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在林拱死前，范闲曾去寻找过叶灵儿。当时的叶灵儿对范闲说出了他看到了林拱跟牛栏街刺杀的女刺客在一起。李承泽得知了这件事后，便也推测出了林拱的死可能就跟范闲有关。现在范闲杀掉林拱的动机也有了。在范闲跟林婉儿大婚的时候，李承泽也带着叶灵儿前去了婚礼现场，看样子就是打算将这件事告诉林婉儿，从而破坏掉2人的婚礼，让范闲无法顺利的接管内裤。加上连环杀手跟五竹扯上关系，这个大婚范闲也是会遇到很多热闹的情况。而首先对于那个连环杀手的事情，很显然并不会是五竹。虽然五竹在离开范闲后也去过江南，但五竹却并不会做出这种胡乱杀人的事情，尤其是这一次，五竹并没有失忆。如今范闲结婚，许久未见的五竹也回到了京都，暗中参加了范闲的婚礼。范闲从小到大身边就一直陪伴着五竹，大婚的时候若是五竹不在，那么对范闲来讲也是少了一点什么。而目前的剧情上，连环杀手已经到了京都，杀人的手段跟五竹相似，加上五竹确实是出场了，所有的一切也就都对得上了，似乎都在说那位连环杀手就是五竹。不过要知道，神庙之中可不止五竹一个机器人，在范闲这个时代中，神庙依旧有其他机器人留存在世上。那个连环杀手便是跟五竹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拥有着跟五竹一样的速度和力量。而这个机器人在原著中的设定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布衣汉子的称呼。他在离开神庙后就一直寻找瞎子的踪迹，这个瞎子也就是五竹，并且布衣汉子的出手非常的狠辣，但凡是见过他的人全部被杀了。杀人手法跟五竹是完全相同的，甚至2人的气息和味道十分的相似。而布衣汉子跟五竹其实也有过一个相遇的情节，当时五竹对布衣汉子说出了一句话：你回神庙我不杀你。但布衣汉子也是个愣头青，表示必须要五竹跟他回去才行。2人之间完全说不通，便直接打了起来。那一战其实并没有结果，之后五竹便前往了京都之中，布衣汉子也一直跟随五竹的步伐到了京都。就这样，布衣汉子一路走一路杀。对于那些去查杀人凶手的监察院成员，布衣汉子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留情。不过在京都之中，五竹跟布衣汉子之间也应该是会迎来最终的决战。在布衣汉子出现后，其实范闲跟林婉儿之间的事情也就有了转机。在庆余年的原著中，因为林拱的死，林婉儿确实因为这件事跟范闲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因为林拱是他的二哥，从小到大林拱也一直保护着林婉儿，所以林婉儿对林拱的感情也非常深。但在范闲得知了布衣汉子的事情后，便将林拱的死推到了布衣汉子的身上。布衣汉子有着跟五竹一样的能力和手段，这也就让布衣汉子接过了当年五竹杀人的锅。反正布衣汉子已经背负了众多的人命，自然也不会多背上林拱的死。林婉儿对于范闲同样是非常的信任，加上布衣汉子确实跟五竹相同，所以就这样，林拱的死也让范闲隐瞒了过去。若非如此，2人之间的感情恐怕很难修补过来。现在剧版的故事剧情中，五竹已经出现在了范府，接下来就该那位布衣汉子出场了。而费介也被布衣汉子一剑刺杀，但费介在后续的剧情中还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费介也完全不可能死在这里。至于费介是用什么手段活下来的，也只能通过剧情的揭秘得知了。范闲跟林婉儿之间的感情，其实唯一的难点就是林拱的事情，只要度过了这件事，那么林婉儿和范闲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可以阻碍的了。尤其是现在婚礼已成，就算是离婚，也需要范闲休妻才行。林婉儿也是无法走出范闲的手掌了，并且林婉儿的肺痨也需要费介去医治的，只是不知道剧版的情节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了，大家拭目以待就好。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阿乐呀。